喺白宮搞場 MMA 賽事，未開打已經搞到狂風暴雨。重量級臨時冠軍戰，石拳大哥就咁俾人搞掂。輕量級冠軍戰，全場火力全開互轟，戰況激烈啊！大家好，歡迎嚟到熱鬥忌賢石嘅 MMA 賽事簡報環節，熱鬥 Offline，我係 Anthony。喺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嘅 UFC Freedom 250已經喺美國時間6月14日順利落幕啦。呢場為咗慶祝美國獨立250週年，再加埋幫美國現任總統 Donald Trump 正日生日賀壽嘅盛會，都可以話好事多磨咯。由賽前出場選手陣容、現場賓客觀眾安排、白宮嘅保安問題，去到今次 UFC 首次以室外露天形式進行比賽，樣樣都夠晒話題性，各大媒體日日爭住報道咁滯啊！點知去到臨開賽前都仲有新搞作。話說開賽前一週，一位美國退役空軍兼社會運動人士突然入紙法庭，申請阻止今次白宮群英會，理由就一囉囉，上至違反聯邦規定，白宮藍草坪及紀念區不應舉辦體育賽事，下至涉嫌利益衝突，公共資產被用作私人商業利益云云。搞場綜合格鬥活動喺白宮賀壽，都可以搞出咁多風風雨雨，大總統你真係樹大招風咯！全晚 UFC Freedom 250總共7場 main card 賽事，5場前賽。第一場 Featherweight 嘅比賽 ，Thiago Lopes 第二回合一個左勾拳成功 KO Steve Garcia。第二場 Middleweight 嘅賽事 ，Bolico 第一回合左右開弓，技術性擊倒 Kyle Daukaus。第三場 Lightweight 嘅激戰 ，Mauricio Wolfe 第一回合一拳 TKO Michael Chandler， 然後仲當場求分成功。第四場 Heavyweight 嘅對決 ，Josh Hockey 第二回合技術性擊倒又冇晒氣嘅 Derek Lewis。第五場 Bantamweight 嘅火拼 ，Sean O'Malley 第二回合一個右直拳 KO Aman Sahabi。以上5場賽事，如果大家想我哋詳細講多啲，記住留言話我哋知，我哋盡快補翻俾你哋。跟住係當晚嘅 Co-Main Event 重量級臨時冠軍爭霸戰，由前 Middleweight 及 Light Heavyweight 冠軍巴西選手石拳 Alex Pereira 升榜挑戰量級排名第一法國選手 Ciryl Gane。第一回合雙方都係試探居多，但係去到第二回合情況就一面倒啦。Ciryl Gane初段一輪猛攻，打到 Alex Pereira 跌落地下，死命抱大腿捱打嘅鋪攤，好辛苦先企得翻起身。可惜去到1分27秒 ，Ciryl Gane一個右直拳先打到鋪攤暈暈地，跟手法國人再一個左勾拳將巴西人擊倒。結果權證赫甸立即上前終止賽事 ，Ciryl Gane以 TKO 勝出賽事，成為重量級嘅臨時冠軍。打完場比賽 ，Joe Rogan 上台做訪問嗰陣 ，Ciryl Gane 當然想同現任正印冠軍 Tom Aspinall 再次較量，於是 Ciryl Gane 就隔空叫陣，希望今年9月可以同英國人 Tom Aspinall 再次一較高下。而事後 Tom Aspinall 都喺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明言接受挑戰。今年9月同 Ciryl Gane 喺巴黎再決雌雄，呢場重量級正印冠軍二番戰，各位觀眾又點睇呢？留言交流下。全晚最期待嘅 Main Event 輕量級終極冠軍戰，由現任正印冠軍格魯吉亞選手鬥牛勇士 Ilia Topuria 出戰臨時冠軍美國選手 The Highlight Justin Gaethje。兩位拳手一開賽就毫無保留全力拳擊互轟。只係Gaethje嘅抗打能力實在太強，點打都好似冇事發生。相反 ，Ilia 第一回合就俾Gaethje打傷右眼啦。去到第二回合，見打頭唔多有效 ，Ilia 就兵行險着，埋身打 dirty boxing。Ilia 多次近距離嘅 body shot 重擊之下，終於打到Gaethje落地下。Ilia 得勢不饒人，立即喺上位托掹奮力進攻，就連啱巴 triangle 都試埋，可惜都未能降服Gaethje。可能 Ilia 體能用得咁上下，第三回合可以話係Gaethje嘅天下啦。不斷重拳怒轟Ilia，更加一度打到Ilia跌落地下。作為冠軍，Ilia 用意志頂過呢個回合，但係雙眼已經俾人打到腫晒啦。
在場醫生一度想終止賽事，但伊利亞不停示意自己仲可以打落去，先勉強可以進行第四回合。進入第四回合，雙方繼續互相駁火，毫不退讓。基治不斷出拳轟中伊利亞頭部，伊利亞雙眼都接近睜唔開啦。但係鬥牛勇士仍然忘我狂攻，仲一度再次將基治送落地下暴打，可惜都係未竟全功。不過第四回合完結，伊利亞當刻實在傷得太重，今次唔止駐場醫生，連鬥牛勇士嘅教練團都認為唔可能再打落去。結果賽事第四回合以 corner stoppage 完結賽事。The Highlight Justin Gaethje 以 TKO 勝出比賽，三度衝擊輕量級冠軍嘅 Gaethje以37歲之齡，終於首次坐上 UFC 嘅輕量級王者寶座。打完比賽 ，Joe Rogan 上台訪問嗰陣，Gaethje都相當識做。作為美國選手，佢立即多謝在場嘅美國軍人同埋紀律部隊嘅支持，令佢呢一晚可以成為傳奇。就連佢自己賽前都估唔到會贏啊！被問到同對方駁火駁得咁金，Gaethje都話伊利亞啲拳真係轟到佢好痛，但佢就係夠硬淨，先可以捱得過，做到冠軍。最後被問到會唔會割禾青，拿咗個冠軍就退役走人，Gaethje就話要問個媽媽先。呢一晚過後就會有答案咁話。另一邊廂落敗嘅鬥牛勇士，據報完場之後就立即送往醫院救治，估計眼看部位都傷得相當嚴重。在此祝願Ilia Topuria早日康復。各位對呢場輕量級冠軍戰嘅火拼又有乜嘢睇法呢？留言傾下偈啊！整晚 UFC Freedom 250嘅回顧就告一段落啦。再一次感謝各位同我哋重溫呢晚比賽啊！下一場 UFC 數字賽 UFC 329 7月中傳奇再現，闊別 UFC 5年嘅 Conor McGregor 再次回歸八角籠，同前任壞蛋掌門人天佑 Max Holloway 齊升榜到 Welterweight 一較高下，到時再同大家見證 The King is back。當然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仲有 subscribe 我哋葉鬥技研社嘅 YouTube channel，click 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啦。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有動力繼續做落去。密切留意葉鬥技研社，我哋下次見。